火柴人 MK 再發現。當晚我回到家中，躺在床上，竟然又再一次失眠，但不是以前那種很不知所措的失眠，而是因為我太興奮，我為自己能夠全情投入地做一些事來貢獻社會而興奮。我想，原來世上的快樂有很多種，有一些快樂好像喝一杯美味的奶茶，很快就消失，但有一些快樂卻可以存在心底，久久不散，而且讓人十分激動。我想，幫助別人後所感受到的快樂屬於後者。不知怎的，腦裏的思緒波濤洶湧，沒有法子停下來。我一直在思索自己這幾月來的經歷，從隱蔽火柴，到外賣仔，再到格仔鋪老闆，最後生意失敗，卻無端當上了好市民。一切都太戲劇化，太神奇。而且，為什麼我做的夢能預知未來？為什麼這個夢我會反覆地遇上？難道這個夢背後有什麼啟示？這一切一直沒法解釋。前面的路究竟要怎樣走？我好像有點頭緒，又好像有點迷糊。哈！